南中西区赤坎街有人举刀要甲人输赢，拢总3个人受伤。警方表示，原因哪像就是财产分袂平。台东昨暗头发生规模6.1个地震，体育中学灾情上界严重，国训中心要壁倒甲天棚崩落，加载无人受伤。天主教宗量14世主持任内第一场耶诞比赛，针对罗西亚唔关伫耶诞节停火，伊真失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台北则拄发生随机杀人的事件，即马就连台南嘛来传出这举刀伤人的代志。台南市中西区赤坎街呢有一间酒吧，天尾光的时阵，有人是冤家大细声，落尾有一个查甫人是举刀要甲人输赢，拢总是3个人受伤，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那警方是表示讲，这原因呢，哪像就是因为财产分袂平，所以会照杀人未遂的罪嫌。甲伊移送。昨暗头的时阵呢，差不多是5点47分，这台东的卑南乡是发生规模6.1正浅层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尔尔，上大的震度是来到5.6。那台东的体中呢是有天棚崩落来，这壁倒也必顺去，甚至连水管嘛裂开。另外，这交通的方面，台铁甲高雄捷运也拢暂时停驶。监视器的画面东海，民众甲店员赶紧走出去外口，架下顶头的物件落规涂骹，地牛冰心震央就伫台东县卑南乡，这个规模6.1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是真浅层的地震。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世界拢摇来海去，互台东市区真侪店头、架顶头物件拢落落来，玻璃脆糊糊、有滴水的物件嘛压甲规涂骹，真侪当咧食暗顿的民众赶紧走出来。弟弟讲，真正摇了真大。错一个啦哦！他们抱着小孩丢的到。要走嘛袂赴，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这个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卑南乡上大的震度来到5.6，我近震央的台东体中灾情更较惨重，校舍真侪建筑拢出现严重的损害，唔但结监管结构受损，学生餐厅天棚也规个崩落来，走廊的水管壁起变做水墙，壁倒也规个摇甲闭起，校园内底乱糟糟。我们现在都在外面避难，避难都不敢进去到那个建筑物里面这样子。对，因为怕有余震啊。地震也互台东加角的围墙必顺去，部分土石落落来，引起附近居民烦恼，敢有收容人走去。加角第一时间全面巡查，紧急声明表示所有的人员拢平安，并无收容人走去也是受伤，请家属甲社会大众安心。目前本站南下北上列车皆无法开行。交通运输也受到地震的冲击，台铁台东变电站跳电器，关山到金轮停驶，用公路咧接送，直到暗时8点外才恢复通车。高雄捷运甲轻铁也停驶5分钟去巡逻。气象署提醒，未来3礼拜以来要着注意，可能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铁又搁出代志啊！这是一台对花莲要开去到岛南的177班次自强号，昨暗8点外时阵经过彰化，结果呢，集电经全各扬去，所以电线落去，火车掉伫铁基路，地区所有的车帮呢是安尼延误2-3点钟遐尔久。台铁是赶紧来成立一级应变小组，昨暗11点外是来恢复西正线、单线双向的通车，也那东正线伫今仔日透早7点也已经恢复。南下先跟我过去等接驳车。已经是暗时10点外，彰化火车头阁有侪旅客等无车帮通坐，这是因为台铁一只177道南的自强号，拜三暗时8点外经过彰化路段时，集电经发生故障，电线落伫铁基路。除了乘客伫车顶调2点外钟，所有车帮嘛拢有延前。当时我坐的那一班电联车在乌日站的时候呢，就全车的人哦，都在电联车上面傻傻的等。大概7点多搭车，然后坐到彰化，大概8点多，已经等到现在11点了。对啊，没办法回家。看他们新闻稿是写8点41分出事的，现在都11点了，小朋友都还在外面，其实家长也会担心。
这站事故地属中华东正线甲西正线拢无法度通车，代替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全力抢修，嘛启动公车接送旅客，先伫拜三暗时11点14分恢复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车。电车线做了一个整理，让我们的西正线可以单线通车。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要把故障车，我们要先把它拖回到我们彰化站。然后再陆续抢修我们的东正线。中华东正线伫拜四透早7点嘛完成抢修，恢复山海线双向通车。代替表示，因为拜四是固定假日，拜三暗时坐车的人有比平常时多。这届事故拢总有56帮车厝，8000多人受到影响。民众车帮若办45分以上的，一年内拢会当摕车票去车站办理退票。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另外，伫个嘉义市区呢，昨下晡是有邻家厝着火烧，这消防局是用2点多钟的时间，才总算甲拍花，拢总是有7间厝去烧害去，加在是无人着伤。而且呢，这火灾的时阵拄啊好是地震，消防局表示讲，这种事故呢，应该毋是地震所引起的。消防人员爬去伫厝顶拍火，要来赶紧控制火势。嘉义市中山路甲民族路口，24下晡5点外发生火灾。因为遐个厝大部分拢是柴起的，外口佫包铁厝，所以火势一开始就延烧3间店面。消防局是出动3个分队赶到现场来拍火，嘛赶紧疏散厝内的民众。我著板头店规个拢去啊，板头有烧掉啊！啊，内底迄落冷冻库拢机械拢嘛去啊。大火发生的时阵，拄好佫拄着地震的国家警报，所以一开始互人误会是地震造成的火灾。消防局指出，接到火灾报案的时间是5点38分，比地震佫较早。这届计共出动15台车，47个人拍火，一直到6点半左右才控制火势。那个现场那个火势很大，那向外烧出那我们总共派出了15车47人进行抢救。那目前火势已经进行的控制了，那我们在持续的灭火中。这场大火一直到暗时7点半左右才拍花。消防局表示，现场无人员的伤亡。不过有7间厝伫这场大火内受到损害，详细着火的原因，阁要等刷落来现场的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前年也就是2023年的12月底，伫新竹一场火灾，这个29岁的消防队分队长尤尚华呢，伊是成功来救出4个非法移工，不过煞造成家己不幸来过往去。伊的阿爸呢是投诉，因为呢这代志发生2冬以来，这相关的人士拢无来甲家属会实咧，而且也无来和解。这当时呢火灾的所在嘛是违建的，不过煞嘛无看到这县政府甲厝主，也是讲这移工的雇主呢来提出法律的追究，所以决定要甲新竹县府来提出国家赔偿。尤无全指出，尤尚华过去放弃优秀的学校，选择做消防员报效国家，不过不幸为国家殉职。代志发生2冬外以来，却无看到政府对当初时救出来的非法移工、雇主以及违建的厝主提出相关追究责任。雇主来聘移工的话，他们负责消防安全及住宿安全的管理。那他非法，他当然都没做啊。新竹县政府跟我讲说抓不到人，新竹县政府的我不知道是谁的单位写的，我不晓得。他说找不到雇主阿后啊，我就非常不服气的啦。宁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小孩的生命了，这一辈子根本回不完脾气。我从他死到现在，我每天都穿着全身的衣服啊。尤无全表示，过去2冬外以来，当初时发生火警的违建，到达若无拆除，厝主甚至佫继续说服别人。伊认为公部门多日延迟追究，所以对新竹县府诉求提出国家赔偿。那2个赚钱的非法的违建的，还在继续出租牟利，也不除了对我们道歉和解。这个不是公部门不作为吗？有关家属所提的相关的一个刑事或者是民事的诉讼的部分，这个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在这边也会持续的一个关注后续的一个判决状况。对，有些人如果觉得本府有国家赔偿的责任，可以书面提出申请，我们会按照法令的规定依法来处理。另外，尤无全嘛指出，政府拢无针对聘用非法移工的雇主进行相关追查，而且嘛无人来甲家属会实咧和解，对家属来讲，公平正义到底伫倒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再来看这台北捷运拜二又过起冲突啦，这是下班时间人呢是安尼满是，不过煞有2个人是因为尿位的问题来起配面，而且出手相拍，后来搁互相来提告伤害。面对刷落来这跨年顶的大型活动，即马双北市政府呢拢唔敢放外挂，所以除了加强这演练戒备以外，嘛按算要伫活动现场增加警力来维安。因为后面很急嘛，我有让人家。他自己都不下车了。警方接到通报，到场查甫人是有够生气，就伫几分钟前，伊伫捷运的车厢内，含一个查某乘客伫冤家，甚至搁当场相拍。他照我之后，我当然把他手机甩下来，甩到地上。冲突是发生伫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23暗时6点外，迄当阵当时下班时间，车厢的人真侪。警方调查2个人是因为路车让位的问题开始相嚷，所落来互相扣来扣去，即马双方拢提告，互控伤害。男子因不满女子持手机拍摄，出手泼掉后，双方于车厢内互相拉扯，依刑法伤害罪将2人移请新北地检。捷运内面少年所发生纠纷，伫1119随机攻击事件了后的敏感时刻，互相关单位拢真注意，尤其要年底各大活动拢在举办，任何冲突拢爱关注戒备，各项维安嘛真受关注。汹汹发一声足大声，民众惊赶紧逃走。警方到场甲制服。台北市政府戒备跨年，无仪式内发生突发事件时阵，爱安怎应对？日是先做预演，正式的关强度的演练会伫26进行。参加的对象毋若警消和台北捷运这单位，嘛纳入演练场域内面的业者和柜位，包含转运站跟百货公司的店家已经做一些协调跟沟通。我们在礼拜5。正式演练的时候，他们会一并纳进去我们的演练的科目。所有相关的活动，我们也提高更多的见警力，以及更加严密的安全网络，让活动都能够在安全底下顺利完成。同款是提升备战，新北市嘛规划伫跨年宴会会场提供更警率的防范，另外嘛部署警犬防暴小组、空袭机的维安警力，面对这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中央嘛先伫安全指手册官网精心布列攻击、大规模恐攻的应对指引。先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那如果预算足够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编列成下一次更新版的时候来使用。内政部长刘世峰讲，假使明年的预算有够，会印新版纸本的安全指引手册，到时会把相关内容嘛拢放入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个在台北市发生随机攻击的事件，互大家呢拢真惊吓。刑事局是指出讲，最近伫社群平台已经出现模仿的效应，短短3天以来已经掌握到71个相关的言论，而且嘛抓到8个嫌犯。这当中呢有2个已经互法院甲裁定收押。这司法部也来通知各大平台，若准有发现这相关的言论，一定要随落价处理，而且会用 AI 系统随时监控。前几日啦，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丢文订这拢是伊成立的专案小组，佮讲要攻击小港机场不当言论的代志，毋那即件。伫22下晡，有民众打文预告讲下晡1点半要甲台北捷运崩掉，引起惊吓。警政署指出，伫咧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就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敢若3天就掌握71个相关的言论，并且抓到8个嫌犯。阮会透过全国的各地警察机关去掌握在网络上这不实的言论，不如检察官开股票。阮的依照嫌犯会强悍通常的安全罪来在依上法办。警政署也提醒真侪人，就是讲用藏名的方式去留话，或者是发文了后赶紧删除，警察就抓袂到。其实这拢会留落来相关的记录和所谓卡件，因拢会追查到底。毋但是警政署、司法部也表示，政府拢会通知平台爱摕落来，而且现在各大平台随时拢有 AI 监控，留话就随互人掌握。各个平台都有他们的社群守则，如果是透过社群守则的话，他们通常会用 AI 的方式，然后也会用自动化的方式，先一旦侦测到有疑似这种制造恐慌或者是不当的言论，他们就会降低触及。警政署呼吁莫散布恐吓的言论，嘛莫看到相关的大文就要转传，第一时间先截图，马上向附近的警察机关报案。关键期间，大家互相斗3天，做伙守护社会安全。记者陈亚轩、郑俊佑台北报道。
今仔日透早有感觉讲，这天气呢有影是有变较寒。气象署讲呢，就是因为大陆冷气团影响的关系，所以各地呢温度下降，而且正方面会落雨。这款湿湿冷冷的天气，就要等到拜六才会转好。另外呢，这关山的部分嘛有可能落雪。拜四是兴核纪念日，嘛是耶诞节，有真侪民众拢放假。气象署表示，若有要出门，就要穿雨袖，因为拜四、拜五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的温度拢会明显下降，要到拜六才会小可回升。红色这个线条，北台湾一整天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温度上来讲，大概都是维持15到16度这个温度，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东。同样的温度也是相对是比较低一些的中部的话大概高温差不多是在18到20度，而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1、22度上下。除了温度下降，气象署讲，因为东北风含对流分系的关系，正方面的北部甲东部会落雨，若中南部地区云较少，所以会当看到日头。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另外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区。都有一些离析或是局部的降雨的部分特别要留意是在今天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一整天降雨时间都会比较长的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发生。气象署指出，这2天中部以北、宜兰和花莲2-3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也是结冰，提醒有要去高山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医疗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进前呢有传出2种德国原厂的黑牛药未过伫台湾卖啊，这是引起患者的关注。食药署是表示讲，这2项药呢因是全球停产，目前有同款效果的这药物嘛是有许可证的，所以临床来讲是无欠药的问题。来韩食药署将全球停止生产供应该等药品，预计于115年7月完成最后输入规划后停止供应。经临床端评估，国内尚有其他成分同药理机转且具有相同治疗位阶的口腔吸入剂药品许可证至少3张，目前皆正常供应。食药署表示讲，这2项急救用的下牛药呢是避瘻喘甲避喘泉，这是专门咧有防这气管救筋，也是讲气管炎等等。那国内有其他同款效果的药品是会当来代替，所以目前已经协调药厂来协助增加供应的量。另外来关心的是，明年元旦开始呢，这卫福部是有真侪新制要来实施啊，亲像是长照3.0是来增加2类给付对象，也那这新冠疫苗呢也会来扩大注射的对象。另外，生育补助方面呢，一体是有通补到10万块，这位家嘛有通用公费去做体检等等。2026年特别9月，卫福部公布真侪项明年新制，大省市长照3.0计划，为明年元旦开始，除了本来服务对象以外，会扩大新增加全年龄失智而且适龄者，也加符合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受案的对象，而且长照2级以上，一个差不多有74.5万人得到好处。疫苗注射部分，年满6个月以上到明年2月底前，拢会当免费注新冠疫苗，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改做20价 PCV， 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才会高风险族群来做。高年龄的人，然后他可能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但是家人就是要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然后这样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现在是自费，所以有些诊所不一定会进。对，然后如果是全民接种的话，然后又是有政府补助，应该会更容易找到可以接种的诊所。另外，针对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也加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生母生育补助，每一体生育给付国家生育补助会当领10万块。国健署补助45至74岁民众，每人终身一届大便抗原检测为喉温、螺旋杆菌公费体检，希望有助胃癌的防治。一共有60万人得到好处。他如果起步先从这个部分做也是可以啦，慢慢的其他的这种健检也可以进来变成健保。另外，为了加强照顾弱势，针对政府列册的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除了原来的生活补助，低收入户每人每个月加发1000块，中低收入户每个月加发750块的生活补助，为115年1月开始至116年1月底，一定发放13个月，差不多会当照顾54万5千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国际消息，先来看这美国国务院呢是来指控5位欧盟的人士有来逼美国的社群平台伫咧网络审查言论，所以决定要来限制因的签证。这波制裁的名单当中呢，有前欧盟的一位，也就是布勒东。这欧盟甲法国政府是来批评美国这款行为，等于是咧恐吓别人。 美国国务院拜二宣布一个大消息，要对5位欧盟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罗比奥讲，这激进分子长期设法要威胁美国的科技平台，听法甲打压间意见无同的美国言论，严重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裁名单内底，捌负责所谓事务的前欧盟执行委员布特东是上届大尾。美国讲伊带头推动欧盟所谓服务法。 去年8月，布特东就捌致函给马斯克，经过 X 平台咧直播川普访谈的时阵，可能放大有害内容。川普这口气当然吞袂落去。欧盟强势执法，伫咧社群媒体顶悬嘛有2排声音，伫 X 平台顶悬出现真侪波文，指责欧盟的行动根本是过度干涉言论自由，甚至有特定的政治目的。Cette loi elle est faite pour corriger ce qui nous semble pas aller dans le sens de l'intérêt général. On le voit évidemment sur le DMA, on le voit aussi sur le DSA. Et derrière, c'est aussi, un petit mot aussi sur le DSA, c'est aussi la protection de nos concitoyens. Oui, on pense que ça ne peut pas attendr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la loi a été votée. 除了布特东制裁名单，也有非营利的团体对抗网络收讯中心的执行长阿梅德，甲德国反网络收讯倡议组织的领袖。美国认为这个组织利用打击假消息的名义做言论的审查。欧盟批回，这个法规只是确保线卡违法的代志，线顶同款违法。对签证限制会使看出来，欧盟管理社群平台，和美国政府的起码只是介歹，用外交手段要制裁，和两边的外交关系是真紧张。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另外来看，这天主教宗良14世是伫咧梵蒂冈来主持伊任内第一场耶诞弥撒。针对着这路西亚唔愿伫咧耶诞节停火，伊是真失望。另外呢，这耶稣出世的地点也就是伯利恒，进前是因为战争，所以耶诞活动停办2冬，今年总算是恢复举办。 庄严神圣的圣歌内底，70岁教宗良14世慢慢进入圣保罗路大教堂，这位史上第一位为美国来天主教教宗，今年5月由全球的初期主教选出，接替已经过身的教宗方济各。这是伊上浸了第一场耶诞主夜弥撒。过去几年，因为方济各年岁较大，耶诞弥撒拢提早到暗时7点半。 今年24世将伊向后延到暗时10点才开始。Finché la notte dell'errore oscura questa provvidenziale verità, allora non c'è neppure spazio per gli altri, per i bambini, per i poveri, per gli stranieri. 这一天，罗马虽然落未细雨，暗过差不多5000个信徒议员穿好3穿雨衫，在圣保多路广场透过大型幕参加进前教宗在雨中出现在露台，向信徒致意。 This Christmas, I am praying for everybody, the less fortunate. Yes, there is a lots of war, but we should keep a hope in ourselves. 教宗进前伫港普福报大所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呼吁全球迎伫耶诞节这一天至少停火14点钟。不过也贴心表示，罗小拒绝伊的提议。另外一场为自2023年开始以哈战争，和约旦河西花都市伯利恒2年无办耶诞活动。不过今年这重回以前的神圣甲欢乐气氛，大大耶诞树、街内歌声甲观光客，拢亲像咧讲战火有希望离开。 Wishing you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back again to this beautiful place, to the Holy Land. Please do not forget it. 地中海沿海加沙虽然遮大部分的人拢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少数天主教徒也在脆弱的停火协议之下，搁一摆迎接耶诞。不过平安犹原无完全到位，加沙市东部的土法赫社区顶礼拜犹原有一间收容难民的学校遭到以色列军队攻击，造成5人死亡。公司新闻红如梅编译。这科技有影是愈来愈进步。来看这西班牙呢，是有科学团队伊发展出这人造子宫的技术，来看这载体过程。另外，伫德国是有研究团队来研发出一种人工子宫的这个技术，互早产的阿婴仔会当伫这款类似是模具出来，敢若是子宫的这环境当中平安成长。细细粒的胚胎，系生命要弄入去人工子宫内面。
为了要解密人类胚胎调层成功的秘密，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团队发展出人造子宫的技术，把胚胎入去子宫的过程规合起来，发现健康的胚胎会让软过子宫的底层结构调层成长。We have discovered that the human embryo is very invasive, and it can,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it can dig a hole inside the matrix and pulls very strongly, right? So, for example, we compare bad quality embryo with good quality embryos, and the bad quality cannot pull as strong as the good quality ones. So, this mechanic profile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for an embryo. 科学家讲，子宫的纤维组织规拢是交换2倍，是一种正常的蛋白质，也是肌腱加软骨的组成部分。愈健康的胚胎，愈有材料透过子宫的底层结构。人工子宫除了会让研究胚胎调层，在德国也有研究团队和早产儿带伫咧模拟子宫的人造环境内底，提高伊的生存率。We want to keep the fetal physiology, the fetal circulation, we want to keep it intact so that the baby comes into an environment that really mimics the maternal womb, so that it can develop for a couple more weeks. So we know that babies who are born at 28 weeks are stronger. 这种人工子宫其实就是一种防水的袋啊，内面装加热的人工羊水，影伫内面有一个人工胚胎连于的身体，提供氧气甲营养。因为早产儿愈早出世，自外风险就愈大。若要将早产儿放入去人工子宫内面，就要伫婴拄出世的2-3分钟内，因为就要互婴先莫家己喘气，避免互婴气输入空气，互伊一直踮伫咧羊水内面。而即马这种人工子宫还搁伫咧实验的阶段，以后若是当做临床的运用，就会当互真侪早产儿用，提高因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当来看过来，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的一馆呢，是受到去年403大地震的影响，这厝体结构受到损害到今呢是还未修复，也毋过即马也是有游客入去这个开放区域来参观，这嘛引起安全问题的讨论。日本新乐器的建筑充满历史的气氛，这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真侪结构断去，厝顶嘛放落来，目前暂时用钢筋建立。有封锁线，且民众唔通跨过。整个屋架是有歪掉哦，就是有倾斜的状况，主要是 BC 栋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边像这一排的柱子哦，都有点倾斜了。因为一馆户外空间也是依次开放，敢未有安全的问题引起关注。加上今年2月已经摕到中央补助5600万，会当修理，不过到当也未动工修复。地方真烦恼讲会放伫遐咧用。因为你现在进来，整个就是。感觉结构很危险，那建筑师也在做结构的修复嘛。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电影院，但是你里面怎么乱七八糟，又弄一个封锁线，你这样让观光客的感受很差嘛。文化局解说，文化资产修复要经过基础调查的研究，听候修复再利用的报告书出来了后，还阁要送审计会来审计，规划设计了后，才会当甲工程发包出去。那我们原则资料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出来了，我们现在会先提审议会来审议。然后它的规划设计可以同时同步进行，所以像目前初步规划的话，应该可以缩短4个月的期程。铁道文化园区一馆是1909年日本政府起的，较早号做铁道部花莲港出场所，是早期管理花东铁路的总指挥所。2002年来做是花莲的历史建筑，文化局强调讲会赶紧修理，恢复基本的样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铁的直接分线呢，是伫2001年的时阵，因为山壁放弃，所以部分路段全停驶。后来个因为这崩坑是需要施工，所以连这直接站嘛无开，这是影响到当地的观光。这站嘛，这台铁呢是按算伫每年1月初5的时阵，要互这直接站开放通车，也那车顶站就要等到每年的6月。直接火车头前无啥物人，真无简单，单接送车带一寡游客来。但是直接火车头看无火车，或者游客是感觉真失望。也没有什么人啊，看不到什么人啊。来这边带期待，然后都是就是失望啊，回去之后
他大概也不会再想起这个地方，那这地方当然就会越来越式微。代替集集支线，2021年8月受到鞭炮出落来影响，造成集集到车埕之间是停驶，甲打已经4年的时间。2024年5月，佮因为崩坑挖坑的工程，集集站嘛停驶，目前火车敢若会当驶到南投民间的露水站，本地上精华的观光带，即马等于拢袂当用。不过即马代替嘛宣布，因为工程的进度，集集站会伫明年的1月7日开放通车。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整修好了，哦，那就是重新隧道扩孔以外，还有等于是说重建的状况，所以那个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当时还想说可能会一半或者怎样，但是真的不到1成的人。另外，集集站到车埕站的区间，因为鞭炮修复工程的难度较悬，按算伫明年6月会通车。当地店家讲，停驶的期间游客量是大减6成到7成，复驶了后，除了会当强化在地的特色，嘛会当甲游客和观光效益带转来。希望早一点用好，这样子大家景气会比较好嘛。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熬了很久。公所这边也特别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一笔相关的经费来。针对这次复驶来办理一些系列活动那也请民众敬请期待，会有相关的彩绘列车。公所表示讲，除了和代替建议复驶交通配套，提升游客交通利便性，嘛希望会当加速集集到车埕段修复的速度，让当地交通和观光连做一线，才会当感觉这的发展阁兴起来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宜兰头城有一搭工地呢，才有一批柴壳，哪像就是头维港时期沉落的船只。这个文化局呢是有先要求停工，也毋过后来说因为无通好确定这个柴壳到底敢有文字的价值，所以又搁同意制作。经过这摆的经验，这文化局是提案的，要用这通案的形式，互人来复工，无想到煞引起真大的争议。头城建筑工地进前发现一批材料，文书工作者认为好像像是到维港时期高沉船，马上通报文化局现勘了后，无法度确定是毋是有文字价值。不过建案现场确认有考古文化展已经先停工。同意通过开发单位复工，但是也要求开发单位在复工前应委托考古专家学者来进行施工监看。文化局只是开文字审议会，针对建案信息和工程具体讨论，因为现场无考古文化展，无破坏考古遗址的问题，同意通过开发单位复工。不过要求现场委托考古学者专家进行时间监看。文化局提案希望未来拄到同款的案例，无破坏考古遗址的问题，用方案形式同意开发单位先复工，和外界质疑违反文字法，造成行政单位裁量权太大了。文书工作者认为，拄到同款的案例，若公安警级别疑虑，应该用个案方式宽刑辩方，或者是加速行政效率，用通的方式同意复工，会让行政单位裁量权过大。审议文字委员会认为，理解关乎为兼顾文化保存甲公共安全的立批，不过建议先研究各较周全的配套措施了后，各上审议。目前文化局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业方式，其实也确实稍微有点显得有点缓慢啦。那当然会造成地方上也会有所质疑。针对这案件，文化局已经不是第一摆引起争议，过去都不提的无带文字委员到现场的情形之下，初步认定这材料是无文字价值的水漏茶，和文化团体批评。因为争议真多，有民代提案要求文化局针对这案件进度来充分对外说明。另外，这材料是不是有文字价值，文化局表示爱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关心的是，这所发布呢是来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这内底呢是有超过2000笔的资料，全部拢是来自200多个政府机关收的，拢是有台湾文化特色的资料。原来这教育部呢，嘛有来提供这无共本土语言的语料，希望讲会当训练出更较贴近台湾社会这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这批网络打文车主的电动奥多麦乌白叉，互人打条啊、纸条啊顶面写的小电驴是中国用语，虽伫咧网络引起讨论，也引起批评。侪少年囡仔因为受到社交软体、影音文化影响，会伫咧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用语 ，AI 长时行。台湾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因为华语的资料拢是用简体字较侪，为着要互 AI 模型的训练贴近台湾的语言和文化，司法部拜三也发布
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那其实以国际上来讲的话，目前能够取得的中文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很大程度我们担心它会偏向于就是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是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中文语料。这届司法部的 AI 训练资料库内面有超过200个政府机关投入，2000多笔的资料，超过6亿个资源。教育部也提供客语、台语、原住民语的资料，予工程师使用，帮助训练出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我们这一次有上架的资料有包含就是台湾台语的语料库的原生语料的整理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湾台语常用的字词典的资料。司法部表示，现阶段的资料先对中央政府来收集，后一步会邀请地方政府来加入在地讲法，未来也会找民间的学者共同讨论。望未来有一天 AI 会当真厉害甲用无共的本土语言口口来推动台湾主权的 AI 发展。记者李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美国国防部有来公布2025年中国军力的报告，伊是真关注这台海的问题。这当中有讲到，这中国呢2027年的目标，就是要有材料甲台湾借落来。另外，这北京若准对台湾开始军事行动，这份报告嘛有点出，这当中可能有4种选项。国防部这2天查到6台强机8只强舰1只光伏船绕台，掌握中国2027发射载运火箭，经过咱 ADIZ。美国国防部发布2025中国军的报告，特别关心台海问题的级别性，讲到中国2027年目标已经有对台湾得到战略决胜。我们叫以矛攻矛啦，就是说，我们在建构完整的盾来讲哦，其实都可能没办法有效抵挡哦对方所射过来的飞弹。那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部分的军费呢投资到这些所谓长程飞弹上？这个可以考虑。报告讲，北京若判断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有4个选项：无开战的协议、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加联合电力作战。而且报告若干那台海问题，嘛讲到中国已经把美国当作强敌，一直扩大核武，已经有能力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其实美国会特别关注说哪一个国家的核子武器可以打得到哈。那其实中国的整个核子武器的数量其实不及美国跟俄罗斯的1/10都不到哈。但是核子武器有它的特性就一枚能够摧毁，假设能够摧毁洛杉矶，其实都算是很大的威胁。专家建议，台湾是面对中国威胁的上前线，除了打造台湾之盾等自我防卫能力，也应该同步强化挽回打击能力。国家若是会当持续深化台美合作，可望让中国唔敢乱输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回这台北随机攻击案的这嫌犯是挂面搭来犯案，所以台北捷运是修改规定，若准无正当理由挂面搭，也是讲偷窥的人呢，安尼捷运就袂甲人知啊。另外，为着要来纪念这阻挡嫌犯所不幸牺牲的义家枪，台北捷运也来设一个悼念墙，让民众会当来甲悼念。写纸条啊，炸毁位于中部上北的蔡同河特别来悼念在攻击事件内底阻挡嫌犯所不幸身亡的义家枪。我觉得于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为这些牺牲的人，然后感到很遗憾。这是北捷伫台北车站边站方向 M7 出口通道，设立暂时性悼念壁，写影响党主岛甲火，党道行侠，这都是因犯会记录无悔的神影。都是假日未少人献花甲卡片，北捷党处长赵少年也寄条来遮。我问一下。北捷方向因为通道下，除了火以外，且唔通放饮料食面，车站人员一定是巡查。另外，刑警以及依旧嫌犯，包括防盗面卡犯案。北捷也修改规定，即马开始旅客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记录，亲像无正当理由挂防盗面卡、过路式呼吸器头盔等的装扮，或者是穿有强光武装这物件，无被听看到故作运送，也建议未来无排除在重要车站导致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摄影机当然是要够多，影像判读的问题嘛，然后影像判读以后确定这是风险，执行人员能不能马上到啊？学者分析，爱收集长久的监控模式，让 AI 政策更加精准，避免误判，佫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建立。另外，就算提早预警，也要有认定，会马上保护形象。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看这模仿的效应已经出现啦，台北呢发生这随机攻击案了后，即马有民众是伫网络打文，讲要伫台中大规模来杀人。检警是伫丰原区抓到即个打文的姓罗的嫌犯，核实了后已经申请羁押。那警方也宣布，今年呢这跨年暗会会严格来安检，头一届禁止拖行李箱入去场内。警察摕区票甲人押上车。南投警方23伫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普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普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核实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支。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层级，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暗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禁止载违禁品，包括刀啊、化学危险物品、不明的粉甲液体、有发射功能的机械、甲会发光的气球等等。若有特定的所在，人阵真紧挖过组织伫遐，就会随调动警察部署，提悬维安层级，陪民众安全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这交通部的统计，桃园市呢今年1月到9月各项这交通死伤的比率拢是6都内底上界低的。即卖为着要让这交通事故会当搁较少咧，桃园市交通警察大队呢每年是按算要来重新评估，透过资料来分析这科技执法的地点，大声锁定无让过路人的违规事项。遐嘛的告示牌提醒头前的路口有实施科技执法处地，民众讲便若经过，拢会较细致。交通部统计桃园今年1月至9月各种形态的交通事故、酒驾、行人交通事故的受伤或者是死亡，各项的减少率拢是6都第一。我对科技执法是相当的认同，确实是减少很多交通事件，就这样子。那你自己会特别的小心谨慎吗？我还是照规矩来走啊。那看到科技执法会不会特别的紧张谨慎？会哦，看到以后车速自然会慢下来，会减慢，会紧张，就怕越罚啊。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今年到今科技执法共举发各类型交通违规316221件，民众违规的情形比去年同期降差不多11%。有按科技执法的路口事故发生率是降13.71%。科技执法地点需要滚动式的调整，主要是为了避免执法地点固定，失去吓阻效果。同时考量交通安全、民怨及执法效益，为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交代每年重新评估100多大科技执法的地点，透过资料分析淘汰无合理的地点，甲刷开高事故或者是违规的热点，配合交通工程、道路设施完善度甲现场设置环境，谨慎评估。尤其是车唔停让过路人是执法的重点，会优先安装。每年1月、2月是宣导期，3月初1正式执法。公司新闻将淑云桃园报道。这冷气团落南，台湾这2天呢是安尼寒死死。伫咧云林有真侪农民呢，即马是赶咧无用来防灾，亲像种这梅农的，是抽这塑胶篷布，避免冷风灌入去；也若伫咧户外种这番薯叶仔，是伫咧园林灌水，避免叶仔互风甲扣甲害去。台北季风增强，气温降低。云林种鸡仔的农民透早去巡视，因为梅农只要温度伫咧15度以下，就会停止生长。这2天冷空气落南，这些农民是唔敢大意。今天这种大风这种天气嘞，全部都要盖得很紧密，不要有风进去。好，不然那个叶子太薄了，那个风太大哦，摇那个会坏掉。户外种番薯叶的所在，农民伫咧北边搭乌网仔查风，
嘛伫咧沟仔灌水，较袂互风安尼扣，叶仔会受损。因若种大同仔的，是甲网仔绑好较红的来应用，要来挡过即波东北季风。就小可擦伤安尼啊，就伊会哒哒，卖相就较无好啊。网是上主要是防风佮迄个防迄小鸟，嘿。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这2天台湾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冷空气豆豆落南，暗时降温会更较明显。中部平地所在上低温可能敢若12度，风头温差大，气温更低。较袂动力寒的农作物，拢爱加强防范，避免农损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项研究是来证实讲，这台湾的原生种红梨的籽呢，去到太空坐一年，搁转来地球了后，这种子唔那是会不价反应，甚至生了如何？所以国家太空中心呢，嘛把这第2代的种子送予台东县府。伫太空旅行7个月，台湾的原生种红梨的籽4月份送转去台东土班部落种，土班国校的师生真用心照顾，记录因成长的情形。9月份顺利收成20公克。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即马种是红梨的籽，伫经过太空真严格的环境，重新返来地球了后，要是会当稳定成长，甚至发了更较好。从太空回来的这个太空红梨呢，它的这个总多酚类的检测出来，其实它是较高的，它可以有较多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重新的这个种植之后，它的确长得会比一般的红梨要快很多，而且比较高，所以生产量也可能比较多。支持国家太空中心甲第2代太空红梨的籽送予台东县政府推广，予大家来种。专家吴正中表示，红梨是台湾传统的食食，营养价值真悬，伫国内捌真时行，期待太空红梨会当过一届带动新的一波产业的发展。我觉得他必须一定要回到部落，那从部落在生根发芽的时候，也可以变相带动整个我们台东的这边的一个红梨产业的新的 IP。县府表示，经过太空旅行的红梨，除了要继续推广伊农业的经济价值，还阁要伫台东县推广太空科技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草莓呢，虽然讲伫咧台湾是寒人才食会到的果子，也毋过伫咧英国煞是6月也是7月才食会到的。伫咧耶诞节团圆饭呢，若准想要来食草莓，安尼大部分其实拢是对北非进口来的。也毋过即阵啊，伫咧英国这农民呢，因是透过这温室甲 LED 补光等等的技术，来扩大寒人在地草莓的产量。对英格兰南部的苏塞克斯、肯特到中北部的林肯郡、约克郡，拢会当看到即款的气泡农场。有的是传统开放式的建筑，邀真侪农民搭温室来保护水果。但是就亲像大多数的农作物同款，伊也是看天食饭。因为安尼，英国的气泡季节集中伫热人的6月甲7月，拄好是网球4大比赛之一——温布顿锦标赛的赛季。而且气泡会用讲是英国上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圣诞节就要到啊，农民拢咧上步，要互国产的气泡也当伫圣诞料理当中食做真享目的名称。We're producing here enough energy for the plant, so the leaf receive that energy from either sunshine. Lovely day today, so we're lucky today. But if that was not a sunny day today, the LED lighting would create enough energy for the leaves to absorb that energy, take it in, and deliver the energy to the berries, which comes also with sweetness and size. 16% of the fruit we consume is UK grown. So the vast majority is imported. And when it comes to vegetables, we're looking more at about 50% or so. So there's a lot more that we can be doing to build up and should be doing. 各地农民的想法也无相同，用 LED 电火来取代部分日照功能的农场。苏塞克斯的这间农场用的比例就真悬，占地大约3.6公顷，强美是2个台北小巨蛋遐大，所需要的电力来源也真惊人。为着降低环境的冲击，温室处长就到一块真大地太阳能板。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heat and you're going to need a lot of light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ose summer growing conditions. So everything hinges on the energy source that you're going to be using. 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针对2025年的冬天，这个农场按算会当提供150万盒的气泡，互各地民众伫圣诞节拢会当食甲舒舒叫。不过，就算加上其他各地农场用各种方法伫咧冬季出货的气泡，占整体市场比例犹原算是少数。因为安尼来自埃及、摩洛哥的进口货犹原是真重要。
公司新闻徐家人朋友。而在耶诞节除了有草唔通食伫英国伦敦的受业者来推出火鸡肉的披萨。香港的烘火鸡是西方耶诞节亲戚朋友团圆真正看到好料。有伦敦的业者上步变一个创意，互你一家会当食到披萨甲火鸡两種滋味。Pizza dough with just a bit of tomato sauce, raw Brussels sprouts, just marinate with a bit of oil and salt, roast turkey ham, peas in blanket, and a side of cranberry sauce. Basically, I try to imagine dough like a plate and just put the Christmas dinner on top. 总破西讲，这个耶诞披萨推出了后，意外得到真侪人的介意。They was really enthusiastic to have a turkey dinner in top of the pizza, so we have a lot of great feedback. 另外一间披萨是行较奢华的路线，饼皮先用莫扎瑞拉起司做基底，含甲酥酥脆脆了后，中面搁放黄金叉卵，最后搁用鱼子酱加伊装汤。We have an inspiration by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izza that we have in Capri, that is scrambled eggs and caviar with a base of mozzarella. It's a simple dish, but it's really, really rich of flavor. 除了食耶诞料理，耶诞暝另外一项互人期待的，就是耶诞礼物。囡仔人上期待的佚佗物仔，100年以来是一直有变化。1930年代真时行的溜溜球，后来对电影流行的红仔，伫苏当时真受欢迎。芭比甲魔术角仔嘛是有真侪人爱耍。Lego 的擦角仔是一直拢未退流行。最近穿起来舞舞是有大人也真趣味。One of the biggest trends that the toy industry is seeing this year is the rise of kidults. This is anyone over the age of 12 that is buying toys to play with. So our consumer now goes up to 100 years old. 分析师指出，针对大人收藏的佚佗物仔，就是相关的业者继续成长的动力之一。今年耶诞树骹的佚佗物仔，可能有互人真怀念的元素，也有新的，这也互无共世代拢会当欢喜过耶诞节。国际新闻张回斌朋友。好，这12月24，除了是平安暝以外，同时嘛是维尼乐普这个熊仔囝的生日。1925年呢，是以圣诞故事的形式，伫英国伦敦的报纸甲刊出来，到今已经满1世纪的时间啊！今麦伫世界各地也是真受到欢迎。行路摇摇摆摆，身躯顶穿红色的衫，上介意的物件是蜜。大家上界熟悉的角色之一，就是维尼乐普。这个角色对1905年第一届出现以来，到今已经有100档的时间。一开始，维尼是作者米恩伫伦敦暗报顶悬写的儿童故事，描写维尼因为爱食蜜，互胖甲肉，甚至卡伫土坑内底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作者米恩为着迄当阵5岁后生所写的，所以后生克里斯多夫罗宾也真做是故事内底的角色，甲维尼做伙伫森林内底冒险。维尼的外形是来自作者米恩送互后生的熊翁仔，也那名是来自迄当阵伫伦敦动物园有一只也号做维尼的细只乌熊。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at it still resonates with children is the sense of snugness. It's an enclosed space of friendship. And one of the chief anxieties that children a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se days is the world has gotten so big and so immediate and so accessible to them. 1960年代，迪士尼摕到维尼乐普的版权，而且重新甲做成放假，伫新世代当中搁再兴起来。维尼乐普的故事重点毋是道德，是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陪伴的情感。I think what the text does there, it doesn't kind of negate these as difficulties, but what it does is to s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ke, you're valued, you're loved, your friends are there for you. 维尼乐普出现以来，也真侪个商品化，毋但是真大的商机，也真做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当真简单地感受到这只黄色熊仔囝的魅力。I think it will become perhaps less relevant over time, but I think it will still retain a core of devoted fans, which as long as I'm alive, I will be one of.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接落来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关系，中部以北阁有东北部、东部天气转冷，其他的所在透早甲暗时嘛会较冷。
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祝大家元旦节平安快乐。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